近日，香港超級豪宅山頂道1號傳出命案，警方證實一名31歲菲律賓籍女傭10月8號朝早喺房間之內吊頸身亡。據香港警務處介紹，10月8號7時35分左右，警方接到山頂道一棟獨立住宅員工報案話，一位外籍女傭喺該住宅房間內用一條布帶上吊，報案人已經為該女傭解下布帶，警員到場之後證實已經死亡。10月10號，香港警務處公共關係科回應媒體話，死者為31歲菲律賓籍女子，持有香港身份證。警方於現場冇檢獲遺書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目前案件正喺調查中，事發單位為著名豪宅山頂道1號，物業坐落於香港最高級住宅區之一。有地產商指出，涉事豪宅因為出現命案，將列入凶宅名單，以其高昂市值計算，可成為全港最貴凶宅。資料顯示，該物業現任業主為有重慶李嘉誠之稱嘅企業家張松橋。張松橋近年積極投資香港地產市場，持有多處高價豪宅同商廈物業。山頂道1號早年由美國駐港領事館持有，1981至1983年間，因香港樓市低迷，領事館陸續以低價出售5幅地皮，套現大約1.205億港元，其中1幅即係為山頂道1號。當年售價大約2400萬港元。1985年，金庸同妻子林樂儀以1200萬港元購入，居住長達11年。1996年，金庸夫婦以1.96億港元轉售。